你每個月嘅家庭以家庭為單位，你個家庭嘅唔使你做嘢嘅非勞動型嘅收入，大於你每個月家庭嘅支出係正數，呢個就叫健康。而家出咗好多咩問題？就係之前好高價位嗰時買樓、供樓，而且嗰個時候經濟好，工資又高，兩個人就好興，覺得自己未來會越嚟越高工資。點知突然間而家樓市跌咗50%，人工又跌咗，甚至冇咗工作，佢個家庭每個月嘅支出大於佢嘅收入，聽明啊嘛？呢個叫做財政危機。所以你首先要諗啦，我每個月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嘅收入大於支出？點樣增加你嘅收入？因為未來增加收入機會好少，我同你講。舉個例子，而家深圳已經宣布唔再接受新嘅無藥車司機，因為已經滿晒額，你入嚟都冇錢揾，因為每日要做16個鐘，仲唔揾錢？呢度嚟做咩？唔俾，明啦嘛？你想做都冇得做。但係 New Skin 再講一次，呢個係一個趨勢上嘅事，係做唔完嘅市場。你睇下而家香港有幾多人夠膽講自己40歲以上各項指標係正常嘅身體？冇啊，基本上或多或少嘅問題。再講多次，60、70、80、90呢4個足夠大到不可想象，呢個叫增量市場。再講多次，呢個係一個不斷喺度增量緊嘅市場，係做唔完㗎。而你而家攞咗係全世界抗衰老，呢次嘅定位好簡單，全世界抗衰老嘅天花板就咁樣。你問我呢次係咩？全世界抗衰老嘅天花板，即係攞出證明啦，明唔明啊？你做嘅嘢就係證明呢件事。所以點樣財務健康？你要知冇資金投入咁大風險，一入到嚟你就已經即刻同一個成功嘅團隊陪伴你。你記住呢個世界，唔係話你諗住學習，我使幾萬港紙參加呢個課程啦，跟嗰個老師啦。我同你講，生命最珍貴咩？你嘅生命最珍貴咩？最貴嘅咩？你用錢都買唔到嘅，係有一個真正有成功經驗嘅人對你生命嘅陪伴。你話你交錢，啲老師陪唔陪你？交錢俾佢，你要保持距離咯，因為你要叫你膜拜佢，佢唔會同你親近㗎，因為佢台上台係住兩個樣㗎。呢啲唔係啊，台上台係同一個人嚟㗎。因為我唔係話做一鋪，我唔係講師各位，我多謝啱嗰個主持人話我係咩激勵大師，我係做嘢大師啊！激咩鬼勵啫？我做嘢㗎，我屌先5000萬係做出嚟㗎，你以為激勵出嚟㗎？真係好。如果你經歷過就知道，各位你哋今日好多都係有生命經歷嘅人，你好清楚咩嘢最貴就係生命嘅陪伴。你嘅老師係用生命陪伴你，唔係收你啲錢講兩堂課撩。你想接觸佢，你想佢陪住你，真係手把手教你點樣揾錢，你俾幾多？你聽得明我就講俾你知道珍惜。你要知道所有嘅成功者用生命陪伴你，將佢畢生嘅經驗功力交俾你。你唔可以唔相信佢哋有幾偉大，你可以相信呢啲制度嘅偉大。你揾呢個叫你唔需要擔心佢會害你，會阻止你嘅成長。呢個偉大嘅制度，所以呢個叫你點樣財務健康嚟呢啲增加你嘅收入，而且增加你嘅財商，未雨綢繆。第3個健康結束叫做關係健康，記住啦。未來我哋人生想安身立命呢個世界上，可以過得好富足。就係呢3樣，第一個叫做身心健康，嚟 New Skin 啦，嗱，身心健康，兩眼放光，瘋瘋癲癲又一天，幾開心啊！邊有咁多煩惱？我同你講咧，我瞓覺叫做秒睡，我1分鐘之內入睡。大家都5000萬、幾千萬生意咧，我身心健康係呢個環境。第二個叫做財務健康，因為我財務健康我就對未來好焦慮。所以我哋而家做嘅嘢，前排啲老師咁多年之後，佢功成名就喺度陪大家，就因為佢從各位嘅眼裏邊睇到咗佢哋當面，佢睇到各位嘅渴望，佢哋知道你哋係善良嘅好人，佢希望你哋都可以享受到美好嘅生活。呢啲
珍唔珍惜呢種關係？所以我同各位講，我自己原創都會話，係基本上結束我分享。我用我生命嘅歷練、痛苦經歷、年少痴狂等等，總結咗以下呢句原創嘅説話嚇。唔使你交5萬港紙係嘛？激勵大師係嘛？今日50蚊就搞掂啦！真係太平啦！真係多謝公司呢個制度。美好嘅人生就係美好嘅人際關係。特別係我冇資格同啲人講年齡學啦，聽住東叔呢啲叫做爹味十足嘅説話嗱。美好嘅人生就係美好嘅人際關係。如果你追求美好，你諗下個名叫咩？就係美好嘅人際關係。美好嘅人際關係嚟自乜嘢？點樣先有美好嘅人際關係？就係美好嘅溝通。好多問題係你溝通出問題。好多人話我同佢溝通咗，我哋溝都冇通。你只係溝喎，溝通都要通。咁點樣先可以有美好嘅溝通啊？美好人生，美好人際關係，美好人際關係嚟自於美好嘅溝通。咁美好溝通嚟自於邊度咧？嚟自於美好嘅情緒。情緒好似唔好，好似唔溝通，只會傷害。所以美好嘅溝通嚟自於美好嘅情緒。咁乜嘢先係人最美好、最健康嘅情緒？我即係諗，我咩嘅情緒先係我人生最溫暖、最健康嘅情緒咧？就係珍惜同感恩。當你活喺珍惜同感恩嗰一刻，係可以殺到毛細胞，係真正嘅珍惜同感恩。你突然間會覺得自己真係好幸運，你見到你嘅老師嗰種付出咗點滴，佢咁投入，你嗰一刻你甚至會覺得，你真係想喊，你覺得我何德何能有咁多人愛我、支持我，離開呢啲個環境，你係乜啫？你係粒沙都唔係，你喺呢個香港呢個貧窮嘅城市 ，Nobody care about you， you are nothing， you are nobody。我喺 New Zealand 捧住你，錫住你，話術。但係你冇珍惜過，呢個生意嘅秘訣成功就係珍惜同感恩。就好似我再次強調，我非常珍惜每一位香港領導者，非常感恩佢哋嘅精神，處處激勵住我。當我年少起我嚟到 New Zealand，佢哋對我都好多個包容。你記住，你珍惜感恩唔係為咗令對方開心，係你自己最開心嗰一刻。所以保持你3個健康，各位夥伴。啱好夠鐘，9點半結束。喂，你1分鐘，好感動！今日香港邀請我嚟，我哋知道好多夥伴想同我影相，我今晚唔瞓可以同你影，但係前提你要定目標，你真正嘅珍惜同感恩唔係話老師我好感恩你講呢啲廢話，定目標去芬蘭啊，突破自己啊，叫做感恩啊！同你個老師講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係你嘅大象腿。你放心，有我喺度，你一世享不盡到榮華富貴。當你講呢句話嗰時，你向宇宙講呢句話嗰時，好奇怪，宇宙會俾你㗎。因為我當年就同我上級講，我同我魏飛，我今日個上級都喺度，我今日再同佢哋講，你放心，林生林太，各位上級，我會令到你哋一世享不盡到榮華富貴，包括你嘅後代，只要我喺度，我令你哋享不盡到榮華富貴。我當初就同佢講，我再講多次，你講呢句話嗰時，你唔係假惺惺，而係你要相信一樣嘢，呢個叫做外出者外返，老天會俾我㗎。佢哋點可以榮華富貴？我冇榮華，佢哋點榮華富貴啊？你明呢句話咩？你明啊嘛？夥伴，你要大膽講呢啲説話，好奇怪！你只要係永遠係施比受更有福，你不斷俾，你俾個內心就係我可以俾帶俾人哋咩價值？你唔需要擔心呢個嘅制度，老天會俾你㗎，因為你俾唔到人哋你自己冇嘅嘢，你願意俾，我就越俾你。最尾我攞得最多，所以而家多到我要繼續俾，如果唔係得不配位，我都怕自己得不配位。所以今日香港請我嚟，我點都要飛過嚟。如果香港幾時要我隨時可以嚟。咁大家需要嚇，再次多謝大家嚇，定同你嘅伙，做出定下你嘅目標，講緊呢個行動嚟咁啫。再次多謝香港嘅伙伴，多謝香港嘅公司，好榮幸喺呢度，好開心。我覺得我自己好興奮㗎，多謝多謝。最美好嘅祝福送俾你哋，送俾咗我新朋友。
滿滿啊，係咪啊？絕對係啦！一陣間咧。